正道，一份淪陷的靈命，者曾牧師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要跟咱分享一個真重要的功課，就是平安喜樂、安穩自在。這是一個祈禱，牧師要通過聖經跟咱做分享，也提醒咱，這份人生的活命會讓人有平安喜樂，會讓人安穩自在。這不是天生的，這是在信仰中間所得到的快樂。特別是為着咱的囡仔來祈禱，盼望咱的囡仔將來因所拄着大風大影，因心頭頂，因骹步，台語講在我的意思就是徛會在。牧師特別用這張相片，一張樹栽種佇溪水邊，伊要照示果子。生命樹是聖經中間用來形容一個信望愛，一個德性。第一，在信仰中間的基督徒，用一張生命樹來表示咱的一生。樹頭若栽，就唔驚樹尾透風台。願天父上帝聽咱的祈禱，在今仔這個禮拜，牧師首先為着咱的囡仔代禱祝福，盼望咱的囡仔將來將在安穩自在。嘛，盼望兄弟姊妹唔通驚頭驚尾。你會講牧師無法度啦。有當時迄個看路都唔知影什麼時陣就擦，伊就偷入來。我心內就安尼總袂輕鬆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上帝甲咱三個弟弟，靠着那加給我們力量的。信仰唔是參考，信仰嘛唔是一種的道理，信仰是一種的經歷。咱來享受上帝踮佇咱的生命中間。當咱做袂來的時，咱純粹雙手甲主禱。拄拜過畢業典禮，在畢業典禮中間，叫這個學員伊攏會甲牧師講，牧師你甲這囡仔祝福。真濟校長老師攏講真多真水祝福的話。我咧想講，我會當家己個囡仔講什麼？所以上帝我一個感動，伊甲我家己個囡仔講，恁若拄着恁足煩惱的事，拄着足緊急的，比如講拄着車禍，第一個時陣。唔免驚，深呼吸。這個聽講，牧師叫咱深呼吸，到底什麼意思？深呼吸就是的，唔免急要去做代志的處理。因為在你深呼吸的時候，就是互你安那退一步，冷靜。我甲因講，若是這時，恁走去外面，目睭閉起看太陽。當咱目睭閉起望太陽的時陣，咱會感覺日頭的光就進入咱的內底。暗時無日頭的時，恁出去外面看天頂的星，但是愛拍開目睭，有時愛目睭閉起，有時愛目睭緊。第一個時陣，上帝要通過太陽、月亮來對咱講話。你講牧師，這是什麼意思？這敢是一個比喻嗎？是上帝的環境的中間，伊的聖心會對咱講話。也這，你相信嗎？你感覺經驗到，在你的心內有一個第六感，有一個直覺。後來你感覺講，哇，當時迄種的感覺真正是重要，對我有真大的幫助。咱做伙來領受今仔日聖經所予咱的祝福，咱佇上帝面前甲上帝禱告，互我做基督徒安穩自在、平安喜樂。咱做伙來祈禱。萬軍的上帝，阮做伙聚集佇你的聖殿，阮佇你的面前，除了敬拜，阮嘛發出祈禱。這個祈禱是為着阮的囡仔來求禱講，祝福阮囡仔成長過程的事，因來當養成一種的態度，就是勇敢壯大、安穩自在。主阮知影，這是一個真困難的功課。真濟人天生就是猴驚東驚西，有的人。出世就安尼，什麼攏唔驚，但是戇嘟嘟。主要求你幫助阮，互阮不但袂驚東驚西，也互阮有少量的智慧，通知輕重。主求你幫助阮，想使阮的生命要親像一張樹，
來栽種佇上帝你活命的江河。親像啟示錄講，這個栽種佇活命的江河，這個江河是對上帝聖殿流出活命的水。懇求天父上帝幫助阮，無論少年人、老人，互阮攏平安喜樂、安穩自在。主你是阮的上帝，你也是阮代代倚靠的主。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求托聖神降臨佇阮的中間，將牧師所解說聖經的言語，成做人活我的開力。主啊，你的奴僕無這種的能力，但是你的奴僕大膽對你懇求。主，你將這種的言語，就是聖經應允的話，變成做真正的福氣，放佇我的兄弟姊妹因的心頭，佇因的思考、心思意念，擱佇因的情緒，甲因的心。阮佇你的面前安尼聽候懇求主你的聖神對阮講話，祈禱我靠耶穌的聖名，阿們。淪陷是一種能力，淪陷嘛是一種態度。願咱因為信望愛，因為咱有真實的信仰、信念，咱知影咱要安怎得到開力。第二，上帝佇咱無仰望的時陣，伊賞賜聖神替咱吐氣。聖經講，伊的吐氣要成做咱的開力甲大道。第三，咱佇上帝的主愛、安慰、陪伴。當咱行過死命山谷，咱感覺無孤單，因為上帝所應允的話，就是逐世代做人的幫站。我雖然行過死命山谷，也毋驚災害，因為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。奉主的名祝福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攏經歷到以馬內利的幫站，咱攏經過上帝是咱佇人生中間的引帶者、陪伴者。願咱佇今仔日，咱甲上帝禱告，主，互我當大人，互我長大成熟。人生本身就是一個成熟的活命，應該有的記號。恁同意嗎？一個真老練的人，迄就是伊經過大風大浪所得到培養出來的成熟的智慧態度。較大的代志，伊嘛知影豆豆啊來，對無？古早人甲咱講。急事看辦，恁捌聽過無？愈是危急的時陣，你毋通四界撞，深呼吸，聽候一下。佇你目睭開的時陣是祈禱，佇你目睭貼緊的時陣是一個判斷甲思考，看明你所拄到的情景是啥物。所以目睭開的時陣發出祈禱，佇咱用祈禱了貼開目睭咧看的時陣，上帝和你講，你看，這個代志，這個代志，這個代志。你都安怎來做？願主聽咱的祈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賞賜咱每一個人，咱攏成做一個成熟的基督徒。咱敢有什麼種的能力會當成熟？聖經講，如今長存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其中最大的就是愛。在愛裡面沒有恐懼，因為聽就是最大的醫治，聽就是最大的生命的穩定的開力。兄弟姊妹。毋是人互咱的，毋是父母互咱的，嘛毋是牧師用真長的時間準備的講道片的內容互咱的。真正的開力是對天來，咱的上帝所賞賜咱。我甲恁攏是領受的人，我甲恁攏是追求的人。咱做伙做見證講，佇阮的共同生活中間，阮看見某某人伊拄着大代志，但是伊遐爾安靜。因為伊的上帝幫助伊，兄弟姊妹，願咱就今仔日的禮拜，今仔日的金句安尼講：患難生吞忍，吞忍生老練，老練生仰望，仰望無至高見效。這是生命的5個過程。第一，人佇人生中間無可能無拄着無落雨天，無颱風颱天，無佇人的人生中間一定會。至少會拄着患難，但是有的人拄着患難，就倒咧塗骹口，雙腳直直蹲，那囡仔，安尼敢會解決代志？患難生吞忍，吞忍是啥物？吞忍就是一種的老練的開力的開始。伊佇這個緊急的中間，無因為這種的患難用錯誤的方法
吞忍的人伊會當控制伊情緒，吞忍的人伊會當控制伊的心思意念。所以吞忍的人一開始就有智慧，採取正確的方法，直到第一擺擱一擺的吞忍，伊就生出老練。特別運動選手，攏是佇迄個超過伊的體能的這種的操練的過程頂懸，忍受迄個重訓，忍受迄個最壓力，然後運動選手才會當將伊的肌肉，將伊的爆發性來發揮出來。兄弟姊妹，在咱的生命有一種的一個畫面，這個囡仔需要訓練，就親像需要有一個教練帶伊安怎學習，才做一個真專業的運動選手。咱的老師就是聖神，聽好，在咱內底的聖神就是咱的老師，伊會對咱講話。你若相信伊，你若靜靜聽，你若相信伊，你就會信任伊，甲你講，你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安怎做。奉主的名，懇求天父上帝的聖神降臨佇咱做伙聽上帝的話的兄弟姊妹，聽入心，聽入心。當咱聽入心的時陣，咱才會佇咱的智慧頂懸，甲上帝的聖神參詳。佇參詳的中間，你一定會做正確的決定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有老練的生命，人生就是老練。伊拄着大風大浪的時陣無緊張，伊知安怎保護家己，伊嘛知影安怎做善後的處理。這種的人最後人生是一個有生命的冠冕，無見效意思就是不虛此行。咱的一生的中間會感覺講無怨無悔。我的生命雖然不是大富大貴，但是我的生命真精彩，我真感謝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幫助兄弟姊妹咱開始思考。這個題目牧師不是第一擺甲咱講，其實恁若注意想咱過去的講道中間這個分享的事，牧師已經甲咱講幾啊擺有關於一個剛強壯膽的信心，嘛甲咱講怎樣佇困境的中間來得到幫助。無幾個月前，牧師甲恁講，在困境當中經歷上帝，有無？佇困境的中間經歷着上帝以馬內利的同在，佇困境的中間看見上帝出手，佇困境的中間，互上帝伸伊的手，親像天父，親像老爸，甲咱講：我的囝，你毋免緊張；我的查某囝，你免煩惱，對我行。伊甲咱抱咧，伊甲咱牽咧。兄弟姊妹們，咱就今仔日，咱知影人生有兩種的層面。恁的堂講心理諮商師甲你講。心理諮商師嘛會當講一篇道理呢。咱這個畢業生中間有一個囡仔，有一種那佇無爽快的時候，伊也摕面講刀，家己刮家己手。佇咱學員的阿姨、老師嘛攏有看到。後來毋知是到底是阿姨甲伊講啊，諮商師甲伊講，有可能阿姨咧教伊做烹飪，咧做料理。伊講你若無爽快的時陣吼，你莫刮家己的手，你就切這個紅蘿蔔，這個囡仔就是喺畢業典禮中間講出來，所有的人攏足大感動，包括伊學校的主任。伊講，這個囡仔佇畢業典禮講的感言，伊講，我即擺學到一個，就是我佇困境的中間，我知影怎樣用對方法來表達我的情緒，紓解我的壓力。我無擱再要用美工刀割我家己，我會當安那。我會當切紅蘿蔔，我毋免切我家己，我會當將我心中的迄個需要，我會當填下，去拼補，一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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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伊講安尼，我就安靜落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心理諮商師會當甲咱講這種的行為的輔導的話，但是更加重要，牧師要甲咱分享，就是當咱毋知要怎樣辦的時候，咱講主耶穌救我，信仰的力量。信仰的力量有時超過，應該講超過心理諮商師，也超過這個精神疾病的不是精神疾病，就是講佇這個家醫科，醫生來發現講你壓力大到你家己無法度控制的時候，家醫師會真善意甲你講，你會當食一種藥啊，不是精神疾病的藥啊，是會當紓解你的壓力，
互你的情緒會當親像肌肉的鬆弛劑安尼。你問牧師講，你該知，連牧師嘛有壓力啊！兄弟姊妹，這不是信仰好甲歹的問題。人五花十色，七情六欲，人的生命有真多，咱無法度講出來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帶，咱若聽聖經的話，咱若查考聖經，咱若安靜。願上帝的話賞賜你較大的快樂，較大的安靜，好無？願咱佇主的面前，咱拍開咱的心，咱甲主講，我需要你。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懇求主聖神甲咱三角地帶。人性毋是天生的，當然人性嘛有遺傳，為什麼？因為囡仔攏是看父母安怎處理危機，然後伊將來拄着危機的時陣，真有可能就是模仿。迄毋是天生的，迄是後代的影響。父母的情緒控管會影響囡仔情緒控管。一個父母若佇伊有情緒的時陣，伊永遠有法度真安靜，用造就性的方法。造就性的言語來表達伊的情緒的事。伊的囡仔要去讀冊，從細漢伊就養成某一種的特質，這叫做靈性。人性的靈命是對媽媽的胎，對媽媽一直相信我的情緒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還來得及。做媽媽、做爸爸、做囡仔，都還來得及。因為聖經甲咱講，老人踮佇耶穌基督的內面，伊就是新創造的。這毋是規矩，這是享受幸福的福音。一個人若知影講，佇耶穌基督的內底，你會通得到一種新的快樂。你為什麼不要伸出雙手來領受？老人甲你講有一條幸福的路。咱就算做半信半疑，咱可能嘛會試看覓。我咱佇今仔日，這個聖神降臨佇咱的中間，每一個人，這個聖神是對於上帝來的力量。上帝聖神就踮佇人的內面。哥林多前書第2章，兄弟都去讀，擱再讀。牧師常常講到哥林多前書第2章。因為我對保羅所講的聖神的幫助，寫得遐爾清楚。伊講，若有這個聖神踮佇你的內面，你就知影你的人情世事。若有這個聖神踮佇你的內面，你就知影這個天地宇宙中間的上帝，伊毋是一種的理論，伊是一種的畫面。而且哥林多前書第2章第9節，恁攏也要背一句話：神為愛他的人，啊啦。所預備的，你攏要背啊！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擔着這個上帝為你預備的這個聖靈的大能嗎？兄弟姊妹，聖神的能力、聖神的甘甜，不是五旬節、聖靈降臨節咱家的想的功課，是天天想、天天用，天天想、天天用。關注咱三角地帶，所聽兄弟姊妹。享受聖神甲咱三角地帶，因為這種的祝福是上帝家己親嘴所講的，這是一種的能力，這種的能力帶來態度，這個能力是上帝所賞賜咱，所以經歷着這種的能力，才當寫出這句話啦。經歷着聖神的幫助的人，才我都講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，也唔驚災害，因為到我地帶，重點佇遮。佇寂寞的環境，因為伊甲我佇地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甲你佇地啊嘛。今仔日的詩會手個長老會祈禱，互人真感動。伊講佇這個五花十色的社會，兄弟，咱敢毋是生活佇這種的時代嘛？願主的聖神幫助咱，因為伊甲我佇地。伊就賞賜我快樂，因為伊是我的牧者，為着伊的名，帶我行伊的路，為着伊的名，帶我行伊的路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
在佇什麼人的手中？你講在佇我家己的手中，有的人是安尼想。我若有拍拼，我就有。今仔日咱的人生，咱知影，咱愛拍拼，但是更較重要，在你上帝的手中。伊講你若求，我就要支持你。一個先知叫做亞利米，頂禮拜牧師甲咱分享，我是誰，我的一生會如何？但是牧師的下半段無講。牧師用一個囡仔跪佇遐祈禱，問上帝講：我的一生會如何？上帝甲伊講：你還未出世，你佇媽媽的胎的內底，我就已經為着你量身定做，我就為着你的人生有計劃。這是頂禮拜牧師甲向日葵學院的同學講的。這個先知佇舊約的中間，互人叫做愛哭的先知，叫做哭泣的先知。伊閣寫一本冊叫做《耶利米哀歌》。這個人為着信仰，為着以色列捌受苦，坐監，互人吞打。伊佇第二擺佇監牢中間流目屎祈禱的時陣，上帝甲伊講：你敢毋知我是造天造地、成就所有一切的上帝嗎？耶利米書32章第2節第3節，你若求，我就要支持你。閣落這句話足水，我要支持你一項又大又難的事。哇！咱的人生若拄着天崩落來，大到咱無法度解決，遐爾困難咱無法度解決。上帝講：你若求，我就甲你講解套的秘訣、策略、能力。兄弟姊妹，願咱佇主的面前享受聖神伊所帶來聖經的智慧。主享受這個開來，甲咱撒卡地地。那安尼，今仔日個禮拜的聖經會當帶予咱什麼種信仰的功課？我要將今仔日個舊約甲新約串聯佇一句聖經，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。如今長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。牧師講到有三個，我要怎樣將做一個成熟的基督徒？我要怎樣訓練我的生命的靈性、聖經情緒、思考的方式、邏輯思考邏輯？我甲牧師、甲陳牧師，阮咧聊天中間，甲我的囡仔佇過程中間，我常常會講到生活所拄到的代志。牧師嘛會甲因分享講，翁仔某的邏輯思考若無共款，真麻煩啦。一個人若是攏用感情咧講的、浪漫咧講的，伊當然咧罵迄個翁講，你是一個呆頭鵝，你從來都不懂得什麼叫做浪漫。但是中國也講，你真沒有理解，你怎麼邏輯能力？你的思考跟那種跳躍式的情緒。人的生命中間，咱唔免奇怪，因為人本來人就有無共款的思考的邏輯思考。無論是對你的家庭來，對你的文化背景來，兄弟姊妹，你敢知猶太人的思考，甲新約的時代羅馬人的思考邏輯是無共款的？我嘛唔知有啥物無共款。但是當我讀聖經解說的時候，有的神學家就甲我講，猶太人伊咧思考的邏輯是圓形的思考邏輯方式，希臘人、羅馬人因的思考邏輯是一針見血、直來直往、直白、線性的思考邏輯。我聽了，我嘛猶閣唔知啥物叫做圓形的思考模式跟直線型的思考模式。總講一句真簡單來講，咱人的邏輯思考有可能受你的家庭影響，嘛受到你的老師的影響，嘛會受到上帝的幫助。反正佇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禱講，主，你要怎樣將今仔日的聖經這話幫助我訓練一個？第2個月前，牧師甲恁講，這個題目佇困境中看見上帝的救恩。牧師嘛要甲在座的青年講，以後將來拄着困難，不要放棄，再多忍耐1分鐘，代志就過去啊！你講牧師你又袂講，再忍耐1分鐘，代志無遐緊過。這是一種觀念，堅持1分鐘，下1分鐘跟這1分鐘會不一樣。這個牧師咧講深呼吸的藝術同款，咱若拄着足緊急的時陣，深呼吸是互咱
急須看辦，安靜落來。在咱深呼吸的時候，上帝的聖靈就開始做工，他要陪伴咱，他要對咱講話，他要用健康的思考、正向的思考、智慧的亮光，放在咱的內底。兄弟姊妹，願咱在今仔日的禮拜，拄只牧師一開始甲恁講4個8個字：平安喜樂，還佫安那？安穩自在，該記起來好無？拄着代志，你講無驚，安穩自在，平安喜樂。願上帝真做咱的一家之主，願上帝真做咱的上帝，佇咱的一生中間，敢若三合一體。今仔舊約聖經講，你唔使驚，意思就是講你唔免驚啦。哦，無好聽，唔是講歹聽的，無好聽的音樂，唔是。咱真正用安尼咧講台灣話對無？唔使驚，唔免驚。你唔使驚，因為我要救你。最後伊講，因為你是我的寶貝，遮無寶貝，但是因為你是我的，因為你是我的囝，因為你是我的查某囝，因為你是我所創造的。我要叫你的名，你佇媽媽的胎內，我就已經定着你的一生，免驚。兄弟姊妹拄着患難的時候，發手，主耶穌救我，主耶穌救我。當我無法度解決我家己的遮的心內的這個價值觀念的時候，主耶穌，如果那是你愛我改變，主耶穌那是你愛我改變，想使我開難。也即你敢知？這句話是認真面對你的困難，但是勇敢閣有仰望，甲上帝討開難。我閣講一擺，認真面對咱家己內心的情緒甲挑戰。你會知影講，這個情緒甲你的思考可能有問題，認真面對，然後認真互上帝將伊的答案做你的答案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讀這聖經。擱第二句話佇以賽亞擱接落去，伊講啥？我看你做寶貝，我看你做尊貴，我聽你。我看你做寶貝，我看你做尊貴，我聽你。也即咱來做一個祝福好無？你甲你的邊仔講，上帝看你做寶貝，上帝看你做尊貴，上帝要聽你。阿們。也即愛甲你的囡仔講，愛甲你的漢兒講，愛甲你的大人講。兄弟姊妹，這毋是好耍啦。上帝所想出咱的話是多有氣力，聖經講過再講，上帝的話是多有氣力的。咱來用上帝的話祝福別人。上帝看你做寶貝，上帝看你做尊貴，上帝看你伊聽你。咱甲上帝講，哈利路亞，阿們，哈利路亞。我學了你，阿們。意思就是講我知，我學了你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就將今仔日這兩句話甲放佇你的心內。擱來，咱來讀新約的聖經，甲咱講，毋是出佇咱的氣力，乃是出佇上帝的氣力。你問牧師講寫佇倒？今仔日的新約，你若注意聽，你注意讀。哥林多前後書第4章第6節，上帝捌安尼講，這個講就是講上帝捌吩咐光對黑暗出來。咱佇心內面烏一邊吼。啊！天打落來安尼，規個人攏烏去，毋知安怎，目睭就光去。咱的生命無擱再看有光，只是太陽無做你的光，月亮暗時月亮嘛無做你的光，但是耶和華要做你永遠的真光。你捌聽過這句話無？一個叫做以賽亞的人寫的伊的以賽亞，壓傷的蘆葦它不折斷，將殘的燈火它不吹熄。以賽亞是一個光的神學家。伊真知影，上帝光代表仰望，上帝光常常是佇黑暗中發出來。所以今仔日，上帝吩咐伊的光要對咱烏天暗地、絕境絕望的中間，上帝要用伊的光帶咱出來。這個光嘛要照佇咱的心內，阿們嘛。擱落去。第4節、第7節的第2句話，伊講要互極大的權能做上帝，
這是白話字單位的翻譯。要互極大的權能做上帝，但是伊的原文真正意思是講，要做這個罪是出來，意思就是屬於上帝。極大的權能是屬於上帝，屬於出手。過落去，伊是一個另外謙卑的講法，唔是出於我，是出於上帝。咱會當解決問題，是因為上帝甲咱相合在地。咱有能力通解決問題，是因為上帝吩咐伊的光，帶咱脫離黑暗的關係。咱會當解決問題，是因為上帝真正就是上帝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每一個兄弟姊妹信望愛。你甲上帝講，我信你是我的上帝，我信你是我的，我相信你所講的話一定照安的成就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用信望愛，互咱脫胎換骨，真做有人性的基督徒。這句話愛真做你常常的宣告。紅海為我開。當我拄着大代志，無法度排解，人袂當解決的代志，交予上帝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紅海開去。三位人做這個祈禱，摩西，這是喊過嗎？聖經照安尼寫啦，咱無活在這個時代，但是在這個歷史的中間，有真濟科學家都開始用科學的角度來去講，到底為什麼？是不是有天災地變的影響？所以紅海上流都親像堰塞湖迄個山崩落來土都甲砍的，所以紅海就安那水都無去。咱免安尼去解說聖經，不需要畫蛇添足。你若相信你的上帝是佇你各種的困境頂懸為你擺設恩赦，代表講佇我的對著的面前，你甲我擺設恩赦。這句話意思就是佇我各種的艱難困苦欠缺的時，你給我擺設天上的天國的宴席啊，叫做國宴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就今仔日的禮拜，咱相信所有一切能力出於上帝，所有一切解決的答案，嘛佇上帝的手中，求天父上帝幫助。兄弟姊妹，牧師都來到起頭這張圖，你我咱攏是一個獨立的基督徒，你我咱攏是一個信主的基督徒。你我咱攏像是聖經所講的，是一欉樹該栽種佇溪水邊，栽種佇溪水邊的這個栽種這個字，這字足特別。的意思就親像講，對迄個花骹栽種的意思就是移植啦。你本地個一個種子先培養佇一個花骹，但是上帝將伊對花骹頂懸給摕出來。該移植到什麼地方？移植到那個叫做生命江河、活水江河。啟示錄22章講，這條江河是對上帝施恩寶座、對禮拜堂、聖殿流出。上帝把這個花骹內底這個細長樹栽，該刷在來到這個滿滿的活命的江河。兄弟姊妹，當咱祈禱的時，就是甲上帝禱告，主將我這個未大漢的，佇迄個骹內底的樹栽，主求你甲我種佇你上帝國的活水江河頂懸。也這你敢知影？一欉樹啊，無論是百年樹、松樹、五葉松，什麼樹啊，會當大隻足水的百年樹，伊若放佇盆栽內底。伊永遠都香香香香，對不對？獨只有當伊落土，有夠額的水分，伊就快速成長。咱莫做一個永遠食靈的基督徒，嘛莫做一個袂當大漢大人的基督徒。啊，拼命的讀經，拼命的禱告，持續的讀經，持續的禱告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咱甲上帝禱告。主將我放佇你活命的江河，就是聖神的活水江河頂懸。願主祝福咱兄弟姊妹，佇你的生命中間，上帝甲你醫治，在座這青年，
你們要找到一個活水江河，就是你愛親自到上帝的面前。生命都會遇到瓶頸，但是我的老師跟我講，他怎樣克服他的生命的瓶頸？這個老師不是真正我受過他的課的老師，是他要寫他的日記。這個人是一個美國足影響咱專門咧解說聖經的一個釋義王子，這種解釋聖經的足出名的一個神學家。伊講佇伊生命最大瓶頸的時陣，伊心內足難過，但是上帝甲伊講：你重新回到我的面前，學習2件事情：禱告、讀聖經。這個老師是一個博士中的博士，因為伊專門咧教博士的。伊講我所講的言論是哲學，但是連我自己都未受感動。這種的學問對我來講是很折磨，因為我所講的理論，我自己嘛不快樂。上帝講你重新回到我的面前，所以這個老師做一個足特別的代志，就是伊將伊書櫃攏關起來，意思就是伊暫時無要看遐真深奧的冊。伊去基督教書房定心買一本攏無人掀過的聖經，下買倒來伊的書房。伊定心用祈禱讀這本聖經，伊忽然目睭開，後來伊才做足出名的人。這個人伊的故事是英語版的，但是翻譯伊的，改寫出這個中文版的這個日記的人，是咱德東人，將長老捌哩，伊叫做詹新一牧師，詹牧師。伊大學的時陣破病變做袂行路，將長老捌甲我講過，因攏用三輪車佇迄個高鐵處，甲伊載來教會做禮拜。這個人後來去美國，佇美國讀神學，後來做牧師。伊寫一本冊，上帝咧影響人，足奇妙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會當親像活命的江河，種佇活水溪水邊，互咱會當親像活命樹。佇上帝伊會聖實的管轄的內底，咱當大人，會記你拄則所講的話，毋是出佇我，乃是出佇上帝。咱要成做一個會當享受人生的人，毋是出佇咱，是上帝將迄個幸福，上帝將迄個救恩，上帝將迄個活命的杯輪得佇咱的喙脣，咱就擔着主穩定的滋味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不是囫圇吞這個聖經，是慢慢的播，慢慢的吞，慢慢的感受伊的味。求天父上帝賞賜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會當佇伊的面前，咱當大人，佇伊主的即個講，佇即個活命的江河上邊所種的活命樹，伊逐個月攏結果子哦。那這種果子樹攏面上愛啊，對無？咱種任何果子攏有一定的季節，伊講這種的樹是逐個月攏結果子，而且伊的樹葉有活命的氣力，會當醫治人的氣脈。願主幫助你，成做一個有活命的基督徒，你的生命活潑盎然。吼！今仔日牧師要用這句話甲咱講3句，佇你要安怎訓練學習，成做一個有韌性的基督徒。第一，懇求天父上帝用信念。如今長存有信、有望、有愛。信心是什麼？信心是什麼？願咱佇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講，信心就是我甲你講我願意，而且信心就是一個無怨無悔、永不回頭、無怨無悔、永不回頭、死心塌地。兄弟姊妹，你敢願意甲主講，主永不回頭，我要對你到一生的路尾。你若安尼決定，上帝絕對帶你一路行到尾，一路行到尾。咱個主禱講，賞賜我聖心，賞賜我死心塌地的信心，賞賜我死心的塌地。第二，賞賜我永不失落的盼望，賞賜我永不失落的盼望。每副草不要跟牧師一個重複哈。第三，賞賜我一項，就是永無主絕的愛。無人會當隔斷我甲上帝
迄種父子之情，迄種親情的愛，迄種聖潔的愛。牧師用幾節的聖經來講這三句話。第一，你若願意放下一切來跟對主耶穌，這敢是主耶穌講的。你若為着我放下一切來跟對我，你將在今生，你將在來世。現在你會記迄句話無？你若為着我放下你的產業，放下你的家庭，放下你的父母，放下你的產業，然後來跟對我。這種的人沒有不在今生得百倍，在來世得永生。不一樣，不一樣。你今生得百倍，在來世得永生，較有這好康誒。兄弟，上帝話是真的，是信實的。在今生得百倍的時候，你對少年到年老，你一比較，你感覺講，那起頭的我，無可能一路享受這樣精彩的人生。上帝要我們在咱的人生的中間，在每一個階段，死心塌地的跟隨神，每一個階段，耶和華以勒，上帝給您準備每一個階段精彩的舞台，精彩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幫助，這就是死心塌地的信心啊！約伯寫的耶，約伯記第5章第8節，你講：論到我必仰望上帝，把我的事情交託他。讓這個背起來，這就是我跟向日葵學院同學，好像在講童話故事同款。閉上眼睛出去曬太陽，然後這裡我們知道曬太陽真正就是憂鬱症的人所需要做的工作呢。還是一種人叫做骨骼疏鬆的人嘛，愛常常曬太陽。你講牧師曬太陽較好用，比你吃維骨力較好用，因為你吃維骨力若無加上曬太陽，人沒有自身修補的能力。閉上眼睛出去外面曬太陽，的確體上是安的，但是在靈魂頂端，當我們閉上眼睛的人，上帝陽光對迄太陽照入來。你會感覺到你的眼皮底下有微微的光，但是上帝，他穿透在我們的這些障礙，一開始講話，真奇妙，咱試看賣，將約伯的這個祈禱變成你的祈禱。論到我要仰望上帝，我要抬頭閉上眼睛，看着天上的太陽，雲上的太陽，我要看見上帝為我發光。我要將我一生的事交託伊。兄弟，咱攏真平凡，但是當咱將咱的平凡的囡仔交予上帝時，金明兄金明姐啦，今仔日在甲牧師講，牧師，你敢會當對為阮大查某囝劉玉瑩祈禱？我講好，牧師真歡喜為伊祈禱。我嘛要為恁的查某囝祈禱，嘛為劉一成祈禱。因為將咱的囡仔帶來到上帝面前，這本底就是咱做父母甲教會的使命啦。帶咱的囡仔來到主的面前，像你今日聖經講，將耶穌交予上帝。有可能這個答案跟咱的答案無同款，但是唔免煩惱，因為上帝在伊的答案的背後有伊特別的意思。雖然看做上好的，不一定是上好，但是上好的確，上帝的確會照咱的親人因所需要，該批判頭前的道路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因為伊要用極大的權能，要互我有這個極大的權能。牧師拄則甲咱解說講，唔是出於咱，乃是出於上帝。願天父上帝幫助，互咱的囡仔。因經歷着上帝極大的恩典、極大的仁慈、極大的權能，互因敬拜上帝。因為敬拜上帝是一生中間上重要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你相信伊值得你挖苦嗎？兄弟，唔免講出答案，你問你自己，他值得我將我的一生全然的擺上？兄弟姐妹，
賣攏是咱家己做決定，但是賣咱的人生有真無同款。兄弟姊妹，試看賣，你願意將你的一生擺上嗎？求天父上帝幫助每一個將自己生命擺在耶穌基督面前的人，因享受的是一個十字架的人生。這個十字架的人生有責任，有受苦，為義受苦，但是是充滿了榮耀。求主教咱這個道理，你願意嗎？咱甲主講，稍等一下，上帝讓咱想，然後咱甲上帝講阿們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第二，求上帝讓咱永遠有盼望。我要用一段聖經甲咱講，在你絕望的時候，在你感覺已經頭前無路通行，咱在迄個時陣有關堅持，勇敢挺好，勇敢向前行。伊寫在羅馬書第4章18節。這句話是保羅咧寫伊的祖先亞伯拉罕啦。這句話是保羅，就是講經過2000年後的猶太人。亞伯拉罕是指主前公元前2000年，就是4000年前的時代的人。哦，伊對伊拉克走到敘利亞，然後對敘利亞個行路來到佇迦南地。亞伯拉罕，當保羅在2000年後咧講伊祖先的故事的時，伊安怎講伊是大人？伊講我的祖先在絕望的時候，在無可指望的時候，因着信仍然有指望。這句話太寶貴、太重要。我做一個，今麥是老人，但是我咧看我的祖先，我感覺我佇我的祖先的身軀頂懸看到這句話的意思。在絕望的時陣，要看見有盼望。兄弟姊妹，咱愛做這種的士大人，讓咱的囡仔在上帝面前看到真正的盼望。你願意嗎？你甲上帝講，佇我不能，因為我無這種的智慧、能力、盼望。但是若你佇我內底，我的囡仔就看到盼望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當咱拄着困局，咱無受困難。今仔日聖經就是安尼講，伊講四面受敵也不困頓，心裡為難不致失望，是和合本的聖經翻譯。和合本聖經翻譯佇哥林多後書4章第8節，伊安尼寫，伊講四面受敵，就是用所有的環境攏咧攻擊我，但是安那我無互伊困掉咧，我還是有一條活路，我的生命還是找到出路。各位可以講，心裡為難不致失望。而且聖經的話遮爾水，毋是干那互咱感覺講足水，是互咱感覺真正這是開咱，主幫助咱。第三，求天父上帝用伊的慈愛帶咱每一個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用無主角的愛，讓你的孩子跟你我們每一個人，讓你的愛中成長。我們在愛中繼續向前，一代擱一代。求天父上帝甲咱做伙。拄則咱已經有講，牧師甲恁講，你甲你的邊仔人講，上帝看你做寶貝，上帝看你做尊貴，上帝看用伊的聽你。會記得牧師甲恁講，恁對愛擱繼續做嘛？要說甜一點的話，讓你的身邊的人因為你的鼓勵，因為你的祝福，你的一生幸福滿滿。兄弟姊妹，聖經是摕來家己用的，聖經嘛會通摕來祝福你的囡仔，甲你身邊的人。咱首先甲家己講，上帝，你看我做寶貝；上帝，你看我做尊貴；上帝，我知你聽我，因為你是我的阿爸，天父上帝。這個聽對咱開始，這個聽對咱開始，對咱少年到年老到一生的路尾，咱做伙來祈禱。我命的主，你早佇地，今仔佇地，將來永遠佇地。
活命的主，因為你有活命，所以你才有創造這天地萬物。你將你的活命活開，放佇所有這個世間的各種的活物，你也讓這活物為你來活。主，阮佇你的面前聽這聖經的話，阮懇求主你幫助阮，互阮親像一張樹栽種佇溪水邊。主，想使阮的活命真做活跳跳，是一個會結果子，是一個青翠美麗、頂滾深深有活命的一張活命樹。主，你祝福阮的教會兄弟姊妹，阮所聽的話會了解，阮心內困難得到透放。祝福阮對心中有這種歡喜甘願的決志，甲主講：主，阮未堪得，你不但值得阮敬拜，是因為阮未堪得。主啊，永遠到永遠，你是上帝，我要敬拜你。我安尼懇求祈禱，我跟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